幸福好滋味，水好料理。哇！今日要做什么料理咧？你看咧，伊有鸡卵，嘿，搁有煮的洋葱。洋葱，你要炒洋葱吗？唔是，啊，搁盐水，搁有柠檬汁，搁有鱼露。看无呢？我要做一个迄个泰国式的，迄个凉拌的一个两包。哦，你捌煎过吧？我捌煎过，我平常时嘛会煎，会晓。安尼已经煎两个部分交代下咧。你交代我。啊，我来调这个迄个特色的，好哦好哦。泰式的这啊，要种。煎几粒人？煎看你我有给你传5粒啦。传5粒。嘿，我是预防你啦。我若失败，搁有5天的机会。安尼对你会伤无聊袂？袂对我真善良。哦，来，你先煎两好。好，我来煎。煎咱的2包。这道菜吼，伊较重口味。哦，重口味。伊这酱汁内底吼有咸酸甜咸，拢有。哦，泰式的。对。我嘛最爱食泰式的。伊咸吼，咸就是有这鱼露啦，因为东南亚边伊这鱼露，咱台湾这款鱼露嘛用足多啊。系啊。鱼露伊是用个鱼落去，用足多盐落去熬，互伊发酵。发酵。哈，发酵。差不多爱要规冬的时间。规冬的时间。嘿，互伊的迄个规只鱼吼，拢浮去。浮去。嘿，伊要甜，伊迄鱼的甜味。啊，而且咱伊加个用个柠檬汁。有酸气。酸气，哎，对，啊，卡玛豆。卡玛豆。色水好看。哦，啊，一个蒜头哦，一个迄个芳，啊，这个紫色的这。洋葱。洋葱哦，泡水泡过了吼，泡冰水要食甜甜。哦，因为足多水分的啊。哦，袂歹哦，洋葱营养分嘛真悬。对，所以这道菜是一道色香味，就是香味嘛有啊，甜味嘛有啊，酸味嘛有啊。色水足好看啊，哦，足多种口味的种菜啊，你先煎。好来啊，我这一块碗，我有想咧敲卵吼，我拢先敲伫碗里。哦。万不因若迄鸡卵臭型啊，是比如讲鸡卵歹去。对。我拢通常拢是先安尼敲起来。对。啊，你若吼，若拄到一粒迄个歹鸡卵。你就是跟他洗这个碗着。对。啊，你这么卡了吼，啊，你规桌拢来定海了。啊，对。好，安尼来个煎。好。像我来咧煎卵吼。嘿。水淡盐吗？这是啊，阮妈妈甲教一个小撇步。你煎卵吼，2包的物件吼。嘿。我拢会淋一丝啊，唔免多哦，一丝啊盐伫内底。你食落吼，较袂顶去。嘿，对。你豆煎吼，我来调这。泰式的2包我是第一届食过，咱今日来食看卖是啥物口味。食看卖咧，嘿。因为2包就是普通2包，一般话人就是煎的，啊就来食。嘿。啊你讲吼，若煮这咧泰式的，酸酸甜甜，我感觉那大人囡仔可能有咱拢真爱食哦。大人囡仔拢爱食啊，系啊。食落可能有咱会迄个。哎，这食落吼。因为这，安尼有合格无？会使，水，甲你本人同款水。因为迄个这道菜是啊酸咸甜，非常的开胃啦。对。哎，你来讲你吼，大人啊食袂啥落去吼，这道菜足好诶。吼，比如讲囡仔若胃口较无好，还是大天流汗伤济，食这安尼酸甜的，感觉讲胃口较好。是啊。是啊。你第一个看到往2包啦吼。系啊，我第一届食过泰式的2包啦。我啦煮食就是安尼，我常常咧讲哦，煮食你料理唔是死骨啦。你会当变化。嘿，会当变化，唔是讲啊，什么料理就一定爱掺什么，一定爱掺什么。有影吼。掺起来，你若食落莫感觉足奇怪，啊，你家己食落去。啊，下你家己的口味。下家己口味，安尼就是一道好料理。啊，搁做变化嘛是袂歹。对。啊，咱来。含糖，安尼口感无同，气味无同，色水无同，哦，啊，那个淋做伙，哦，对，有掺糖嘛，啊，芹菜，啊，这个紫色的葱头，啊，干嘛豆，啊，这鱼咯吼，真咸哦，真咸，所以你淋的试口味，淋的时阵爱水哩哦吼，啊，这柠檬汁，嘿，柠檬汁，听到柠檬汁脆烂的，讲咯，啊，这盐水难怪。哎，你嘛做简单的哦，你就把所有物件切的，啊辣辣的。对啊，啊，这2包安尼啊。系啊。啊，你若冰大这2包，就咱拄则讲嘛，你若看你冰箱内底有海产就下海产。啊，鸡肉下鸡肉，嘿对。猪肉就下猪肉，啊，有虾啊下就虾啊。对。看你今日心情想要食啥货就来。对。敢若袂歹呢吼。啊，
啊，因为咱这两包吼，咱有掺出盐无唔对，但是这两吼，两伊的咸正吼，伊表面要煮这咸正煮较袂到，所以吼，我来咧做两个时阵吼，我会搁甘掺出水落，互伊汤，互伊汤水较济。对，汤汁加一丝啊。汁较济。啊，你若外面吼，你像即马咱若超市拢有咧卖迄种，泰式的迄种迄个酸甜酱。哦，有迄调好势。调好势，迄嘛最方便的。迄嘛会使吼。迄会使，你个迄个倒落拉拉安尼，啊，你来蘸迄酸甜酱爱记哦，因为酸甜酱嘛就是甜甜，所以咱下汤的量吼，就咱减一丝啊。哦，因为迄酸甜酱已经有调好势啊。对。啊，你搁家己口味看，你要较咸的啊，较甜的。嘿，对。即吼爱去拌煞，互伊的味吼充分，互伊安尼规个味拢夹做伙。啊，你若无咧赶，即个会当先甲敲起来，啊甲往个迄个膜甲包起来。冰箱。冰箱。好冰一两点钟啊，会入入味。吼，伊这所有的味会夹做伙，你食会如何食？哦。啊，咱是因为会今仔要哦。我等袂赴啊，我要来食。示范了，我真好势啊，5粒真好势啊。哦，水呢，真好水呢，比阮洗衣精真的水多咧咯。你系啊，你等下贵算盘，无我的代志哦。我试一下这个，试咸正。敢有够味？哦，因为咱已经无那个酸甜酱吼，所以我感觉会当掺和有咸正吗？一丝丝啊，鹅油，迄个色水。哦。会愈水。互伊有点仔色的感觉。嘿，较袂遐，因为咱无掺迄个你用迄个泰式的迄个酸甜酱吼。酸甜酱，伊个酸甜酱红花。会红个，嘿，啊咱无吼，咱就。有呢，安尼色水水出来。安尼看起来水较饱。色水较饱。我感觉汤会当加一丝。安尼酸甜啊酸甜，因为你头仔柠檬汁淡无较重。对，因为酸甲甜的这物件伊会中和啊。顺便讲一个撇步，你若咧煮迄糖醋鱼啦，糖醋排骨，你酱汁你调好时，感觉试的时哇，伤酸呢，免怎？袂要紧，迄个南雪糖落，你毋通搁淋水哦。你搁淋水落，伊会规个走味去，会走味去，迄味会正去。啊，所以若伤酸，南瓜糖；伤甜。南瓜醋。这咱的算饭师真就是厉害。好，来，啊个老椒，嘿，啊混料啊，安尼个。哇，你甲看这色足水呢。啊，要吃的时阵吼，甲这两包砍出来砍马豆啦，甲迄个盐水。南做伙食。哦，安是毋是后两杯即后蔬菜足赞的啦？哦。这个吼酸酸甜甜啊，非常的迄个好食，嘛解热，老脆软，好食的，迄个凉拌两包，大家甲学起来，紧嘞。